咱即摆买喙安是用生命剂，一个人一礼拜会当买2片的喙安。一般的人有够用，但是爱定定出入病院的慢性病患者，像咧洗药剂、像咧做癌症化疗，或者是爱定期做复健的民众，这个喙安根本都无够用。所以中华县政府实施新政策，慢性病患甲陪患者住院的家属，到病院去看诊，去甲病院登记，会当加领1片的喙安。爱签名一个吼。患者倒伫病床顶洗身，护理师摕名册，请伊签名，签完就会当领到1片喙安。这是中华县领先全国实施的新政策，只要是洗身、癌症化疗、放射治疗，还有定期复健，甲陪伴病患住院的家属，除了喙安生命剂每礼拜2片的喙安以外，只要到病院看诊、治疗时登记资料，都会当额外搁再加领1片喙安。真好啊！安尼落来洗都有咧挂啊。靠手摇的对啊。嘿，靠手摇。因为现在很多不敢来啊，因为那个为了口罩啊。卫生局根据健保署提供的慢性病患者资料统计出，中华县洗身患者4000人，癌症化疗大约1000，复健大约是6000到7000，加上陪病患住院的家属大约是4000，总共是16000人会当加领喙安。所以用这样16000人的彰化县的一个这些病人的人数来估算哈，其实每天的使用量大概是可以控制在1半左右。好，那中央给我们的1个礼拜的量是4万多，所以只要按照这样需要才给的一个原则哈，这些口罩其实是足以供这些民众来使用。出入病院规定拢爱挂喙安，但是喙安生命剂上路了后，每一个人每礼拜只会当买2片。对经常去病院看诊慢性病患者来讲，根本是无够用。中华县照顾有特殊需求的病患，到病院看病时阵会当加领，嘛会当避免买袂到喙安，延误就医。